伊毋是医生，伊是卖。 伊是咧卖啊！这是10月26伫咧低调圣诞的老农民亲嘴讲的，求助对象毋是兽医师是药商，不过当时无讲到因的喷无处，传到官方网站主喷的画面是旧的相片。认定被告陈姓父子共同涉犯行使业务登载不实文书等罪之犯罪嫌疑重大。 有事实足认为有湮灭、伪造证据及勾串共犯证人之余，有羁押之原因及必要。检方调查死亡猪仔再到分化落的3连单，数量为117只，变做78只。认定圣诞的猪笼做人无老实有隐瞒，3摆约谈将圣诞的爸囝生压，落尾法院裁定羁押禁见。中央做疫情调查嘛发现，低调主喷的设备为今年4月开始就坏去，不过根据按立场记录，猪笼团主喷的相片5月团。 24摆、6月8摆、7月1摆、8月就无记录。设备海期团的敢若拢是旧相片，涉嫌伪造文书。另外4月份嘛是DJ按定上尾1摆卖假水时间，当时买2桶20公斤的假水，不过10月底国军嘛伫咧现场消毒，假水桶搁伫咧，加上规年大敢若买3桶的假水。所以他的说法的精确性还有时间点，好，这需要跟稽查的资料做交叉的比对。 好，比对出确切的时间点之后，后续的调查相关的责任，我们都会一定来进行厘清。针对喷是为倒位在内的中央疫情调查记者会讲到，可能唔能来自高层的清洁队，嘛包含厝边隔壁单价经家己的喷，甚至怀疑有可能含附近越南渔港的喷，嘛拢再来食互猪仔食。 Hello， 我是张新文。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